有事款，后上太上股，有吧太假股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土司中阿中古吼。讲到国民教育吼，一定是大家从小到大一定有经历过嘅经验吼。无论是6年、9年，或下12年嘅國民教育，按你人格嘅養成、經驗嘅培養、能力嘅整發，都係國民教育來培育嘅哦。或下後生人用辦對呢國民教育來變成記到呢下嘅人咯，而你歡迎基本嘅後生人。好，首先老太家小嘅係志怡。大家好，我係從小就得過青島獎嘅志怡。得過青島獎，你下冇得獎嘅嗬？一下冇獎得。哦，第二集老太家小嘅係李家。大家好，我係獎勵最多嘅家家李家。獎勵最多，等下來講到底乜嘅獎勵了嗬？第三集老太家小嘅係白鉗。大家好，我係從小是非常優良，到了下面很係非常優良嘅白鉗。哦，是冇白鉗，我上嘅優嗬嘅小李嘅優嗬。加優是真正優良嘅優。神空嘅優。等下來看到底係優點嘅優嘅係小李嘅優了嗬。第四集嘅小嘅係費乾。大家好，我特別細細個時節做研學生嘅咧，下部我做先生。做先生來教學生，我等下來分享2款時間用品來教嗬。最尾老太家小嘅係小鳳咯。大家好，我係講到讀書未不窮，搖頭嘅手牌藝女行嘅小鳳。啊哦，真件做唔得吼，這種人就會講到做吼，嘛個頭腦師傅就會通。講到身吼，就聽嘅無片扛到出啦。做聲冇班講啦。啊，做聲冇班講，講說第一名。講說就徛台灣講。真件就係你啦。咁講到按度吼，你先來講吼，國民教育嘅時，一開始嘛個國小嘅時節嘛，國小時節大家最好嘅係乜嘅課程來分享下自己。我最好嘅係音樂課、美術課，還有英文課。誒，真件係好學生嘅，乜嘅課都好呢。係咩冇解咗神咋？以前講啲就係美術課，我係青校美術課，係因為我細細嘅時候就青校畫圖，咩青會畫圖。想去做畫家就錯。係，我細細夢想就係做畫家。嗰時候嗰陣時，國小嘅時候，我就時常去比賽，就得到青島嘅獎樓畫圖有關係嘅。係，嘅音樂課呢係留愛情有啲關係。音樂課係為啊，我細個時間就青校唱歌，唔單止青校唱歌，最重要嘅係乜嘅呢？係因為我喜歡嘅細奶，嗰樣子係坐喺我嘅後背。估到愛牛係冇？愛牛係冇？啊哈！估到嘅我細嘅時間，大概上音樂課嘅時間就會清聽，因為呢。你中意嘅細奶係坐到順風咩？真嘅，我咩青校英文課係因為其實我以前最好教嘅是英文韓做得啦，係除咗辦學韓做得，故所以我係英文小先生。英文小老師。對，那英文小老師有一個好處用嘅點哦，就係得管理秩序。跟除咗管理秩序，嗰種是最老喜歡嘅，係有互動。哎呦，真嘅人我看到根本去托西龍係冇。愛情嘅力量呐！愛情嘅力量很備胎哦。真嘅，我喜歡嘅係是模範生誒。真嘅哦，古種裡面變模範寶寶。係啊，要跟他同一陣線。誒，你係去讀書要搞男朋友啊？我真係談唔起哦。你白鉗係啊？白鉗咧，細時節國小時節最後嘅課係乜嘅課？我國小吼最後嘅課咪係音樂課。嗰音樂課係中意嘅事啊，冇喺坐嚟選項係冇。我係加入我嘅同學，我係加入我嘅欣賞。哎呀，真嘅我哋當到嘅寫下來，就會同學嘛嘅英文欣賞啊，英文欣賞。尤其係教音樂嘅，嘅欣賞哦，動將哦，動文字按誰出色按開啊，按誰出色按開啊，係啊，其實是就吃過八八啦。當我國小30年生嘅時候，我加入兩個欣賞。到30年生嘅時間，我嘅音樂欣賞都好係我嘅到學校外輩嘅家教鋼琴嘅欣賞，到學校啲度哦，我教師就喊嘅時間，我是會去清機嗬，幾時會偷偷跳跳本來通啊，本來是通啊，我做得。
拿转去扮上老其他嘅同學炫耀，都好講。地哦，一係線上強嘅世界，都好講外背。佢教我講傾嘅細節哦，假使我做得當好，佢是會帶同我去食泰餐，同我去看電影，就開始又敷衍。剛剛我講係味道是，冇做咩會食啦。係啊，到5兩影線嘅音樂欣賞哦，係對我最重要嘅欣賞。佢係哦。提這個欣賞對我嘅歌唱吼有自信嘅一個欣賞，因為哦唱歌吼，我當家己當好唱歌，佢讓我通過選拔參加咧學校嘅合唱團，佢本身參加海選啊，佢喊到全班嘅面前，讓我講吼，你嘅上映哦到老維也納兒童合唱團嘅上映強榮哦，當厲害哦，我諗哦，我唱歌讓我到全班嘅面前表揚本大家看看哦。呢個係咩？愛情嘅地方係嘛？愛情。冇啦，歪樓。係啊，不過談講啱啱談起來吼，北京嘅音樂先生真係天使下班，天使下班啦，係唔係？不過飛機係仲咩係中意音樂課係麼？係，我咪係中意欣賞啊。人道嘅欣賞。冇，我梗係蛇模欣賞。對你當可以欣賞。係，因為延伸到上面現在其實嗰個班導師是係音樂老師，他該用是喜歡音樂課，因為嗰個班導師啊，音樂老師佢唔會彈鋼琴，東奇怪吼，係，所以上課嘅時間都係愛彈。看到實驗室嘅時間，我是轉學到另外一個學校，喺嗰個學校動態，我讀書時開始同人音，可是咪係是純音樂課是音樂課嘅徐玉佳老師，你看我記得名，一直看到我會唱歌，會彈鋼琴，會做得咯，我咪去參加合唱團，係，喺背後是因為要參加比賽，我就知道樹頭唔好唱，因為唔怕啦，我會唱歌嘅，係啊。介紹風咧，係最好嘅美術老師。冇問題，一到真熟，我咩唱唔一狗沙拋係冇？咩我是因為講嘅欣賞嘅吼，而家對有啲位學生少部分嘅學生，要知道佢有啲位都係開發嘅嗰種學生啦，對佢特別好。像我最記得大概早晨條早自習嘅段時間，當然我寫抄近思語咩，下功課啊，背唐詩300首咩吼。我早晨咪吼，學校就有啲位學生係去美術老師嘅啲位，吼可能先生咪成日叫咩搞畫圖啊，叫咩來搞遊戲啊，叫咩來識東西啊，哦，然後你講講，你好想來做乜嘢啊？然後佢就來引導他們，係因為當時就係5、6年生嘅學生誒。係，就講準備要畢業嘅，嚇，有啲知道嘅運動動厲害啊，佢就攞佢介紹講，特別是有那隻學校啊，嚇嘅，係運動做得以後發展啊呢，啊就係一直先生，攞阿爸咪學青島吧，見頭嗬，叫阿爸頭講，你哋呢個學嘅客家戲課要聽嘅學生嘅，我開始這位嘅，哎呦，喺度來嘅聲音係就自由客家戲課，用唐語嚟唱烏桑七船，真見哦，烏桑七船，唔會諗咩千金彩大先生啊，係啦，幾年假咧，最後嘛嘅課，我最後就係英文課，因為英文課嘅先生就係東講、新又講，韓國嘅老公又係外國人，英國人愛記得，但是就知道，哇，東演到唔係上嚟做英文先生啦。冇啦，因為其實就想係講嗬，我聽錯我嚟做嘅種自己可以用英文小老師，唔過我唔係想係管理嘅秩序，係想係留給埋嘅師長啊、先生個。因為老師長談戀愛哦。我係想係留英文先生，向以後呢愛教本外國人。哦，真嘅，這時節就懂到些啊，冇係看到外國人，然後就有做夢想。真嘅，慢慢想嚇。定嗌。家睇下講到係中醫嘅課嘛，唔講當定然內課咩藥啊，係唔係？自己先來分享。最鬧乜嘅課？最鬧嘅係數學課，還有詞典課。你睇啲人算是唔好嘛？係，因為我講出來係，因為我算是正年期唔好，還有我細細嘅。是8+8不會算啊？12、16。真的不會算。高量級數嘅就唔要算咧。16。16，算。好。
哦哟，这时间唔会酸吃。因为这时间就算是清茶，还有因为嗰陣時就感覺講，愛好舒好感，愛做乜嘅，因為我就唔會用到啊。係，古時候呢嗰陣時上課嘅時間，我係親認神嘅先生出去講，我喺教堂嘅事，先生問講，自己睇是問我喺教講，哦，愛啲啊，全部都啲，嘿嘿。沙地。嘿，沙地啊。多了哈，給吃眼科咧。吃眼科係因為呢個先生非常嚴格，佢唔但會要求講人嘅吃眼科嘅分數會清好，佢因為樣板抽佢都會趕哦。哦。係抽嘅是一天按樣型。係。對來講，吃眼科最唔吃眼。係，因為人就講我趕青島啊，古時候呢，我就講我因為吃眼老師後面有啲關係，古時候呢都好，兩隻都唔喜歡。嘿嘿嘿。我想吼，應該冇嘅中醫嘅寫下來嘅。抽到牙順康，咩係啊？因為佢抽有對演啊。係啊，介紹風咧。嗌啊，最鬧嘅科。最鬧嘅老醫用數學科，唔會算是。嗌乜嗌唔嗌數學班做的，是講嗌嘅先生頭擺咩好，大把愛上課，嗌就知道佢可能事前沒有準備，嗰時候佢冇準備按樣架啥，佢就拿考卷，係佢就拿來就講，佢咪來寫。等於講，其他節課佢就只會啲邊順起點看就好嘅，知嘛？啲寫嘅題目要動好出嗰種，乜嘅假嘅老土嘅關腔下有46隻。按我吧，做嘛老假嘅土嘅關腔下咯？係就唔啲啊！你講佢動好出嚟就，然後問講假有幾多隻，土嘅有幾多隻？你講哇太平嘅嘛！你講乜有人考老假嘅老土嘅關腔下，要下出到數學題來考人哋。真勁哈！我就說一棟難啦，嗰還有哦，嘅先生咪吼，特別出嘅。黑板上我寫嘅範例，哦，就很同學上來寫，啊，特別咧，強難嘅我唔愛啦，簡單嘅又唔愛先到我啦，總講啦，我唔曉得咧，就偏偏我通我去，我寫唔出來用幹啥，先生就會本特別小禮物，也就本一種新的考卷，本拿走一下，本來帶走去當回家功課。哦，其實大家講到青島吼，你等下先聊一下，等下做嚟唐記就講，哪一科成績最好，哪一科成績最唔好了，等下先聊。其他嘅科目哦全對，不過數學錯了4題，安樣。好啊，很棒。如果佢專門講喺高中國中嘅咩，咁無效，係吃色培養，係國小。國小我講，係國小4年生進前有冇？係講真件你咩判幾怪？真件係大考考100分。大考考100分。大考加有冇點咯？有冇點？哦，歡迎到咗嚟後生太上講嘅節目現場哦，加入講頭，你下去考試了，去考問大家吼，幾樣時吼，即個成績最好嘅科目係乜嘅？最唔好嘅科目又係乜嘅？然後即個中醫嘅長途係唔係有關係呢？慧琪，我記得印象中，我比較好嘅科目是係國文啊、國語啊、數學。唔數學，社會啦，數學係最鬧嘅。社會啦，是很應講嘅文科啦。佢啱啱講好，我係因為是從大家講嘅，社會人好像你都本科嘅表現下好。係，佢講好不喜歡嘅是係理化、數學。會用到腦嘅，是算嘅，完全。你講到按嚟唱本科，唔是用到腦叫用。Sorry， 你即講英文欣賞咧。哎呦，即係物理、化學、數學，你都撈數字有關嘅，我其實該都符號撈數字對我來講都冇任何嘅意義，所以動腦。我記得是係從那個理化係國2到國3長有嘛，最高分。62分，再過來40-50分是係稀鬆幼嘅事情。家鄉偏繁。係啊。哎呦，都頂嘅吼。嘅理解咧，咩叫用喺文科較好係冇？係像中文科，還有英文科，一兩科較好啲嘅啦。像唔好嘅可能就係空間老教育。因為空間老教育就係寫來嘅，較好嘅，最好嘅考察，有嘛嘅身體嘅身體嘅概念啊，呀，就大家都會非常興奮，其實我就知道乖乖嘅，我就都唔好呀，種嘅考察。叫做持久吼，唔好得意。係啊，當真上就冇講屁講有吉他啊，冇做幾多啲。最後冇了啦，好啦，出嚟啦，天空教育。但我覺得歷史我咪冇都冇好，因為我基本上頭擺嘅事情我做乜嘅我去看，就配唔起來啦。所以都壓下歷史係唔係唔好都。以人為鏡，可以明得失。
以古为镜，可以知兴替啊？什么？没照衣冠呢？我要照衣冠，知兴替啊！知兴替，不要重蹈覆辙，古早福利是友好的哈。嘿，赶快回去读书。我上班大边，给自己的。我最好的应该就是刚才有讲到嘅音乐课、美术课还有英文课，因为咱个大部分成绩较好嘅就会下中医，因为咱讲係上對嘅，會下中醫咩？因為成績較好嘅關係。能夠欣賞沒有關係，係欣賞沒有關係。老欣賞有關係，哎呦。係梗係最唔好嘅課就係數學課。其實嗰陣時我感覺講，我就真係千無險事，我係我真係愛吐嘅話，應該唔會吐來。很做得啦。就算你們知道吼，咧表現好唔好，留給自家興趣有動態關係。我感覺有其他嘅關係，因為冇興趣就唔想去吐，唔係真係情濃嘅關係。不過有人冇認同呢個感想哦。馬上。有人哦，有人吼，你表現最好嘅係佢最鬧嘅科目，就是種白欠先生。我哋下做英文先生啊，不過吼，我成個嘅時間冇考英文課，不過我英文課嘅成績最好，我到貴校差唔多5、6年線嘅時間是考到咧 GEPT 全民檢嘅初級，差唔多係貴中畢業嘅上圖啦，係啦，很會哦。查到都會學，然後大家分享哦，可能會被答案用，因為英文我吼最唔好嘅科目係哪一科？給準備下哈。係，然後大家強咯嘅數學課，咁個呢，我到國中考高中嘅基測你都有啲麼？全副差唔多就250題。國英數字是5科啊。我其他嘅科目哦全對，咁個數學錯了4題，安樣。很重。好啊，很棒。好，給他講。各種考太好，改數學課嘛，嘿，學測呢，嘿，滿級分係15級分，當標差不多係11級分，均標全國嘅平均9級分，6級分，6級分，我當年吼考了12級分來用。哦，也還好啦，係啦，沒有滿分啊，所以我感覺都好啦。我係愛跳講啦，我係跳沙皮啦，係你掉門嚟啊！誒，真係啊，坐啲啲啊，同埋。係啊，冇辦法啦，係嘅啦，係。我冇想到講法，即係冇。嚟啊！佢講到按厲害咩？係啊，講按沙皮呢？係嘛？唔過佢專門講嘅高中貴重嘅咩？咁無效，我私寫培養嚟貴少。貴少嘅講，嚟貴少4年生進前有冇？嚟講真件，你咩判幾怪？真件係大考考100分。大考考100分。大考有乜點咯？有乜點？大考就考100分。我啲記嘅意思講，加是考3科，哦，3科加佢100分啊。唔係啦，1科100。4科我就考400分，嘿，我講真件咧，我最難嘅科目加講數學嘛，我最難要考99分。來一點，哎，用吧，睇個見第次嘅成績。好啦，唔過係真係老大老實講，我4年生以後，自從有了人生第一台進步了後，我成績就開始抽溜滑梯。198就開始倒數，唔知嘛？唔過冇關係，我後來發現到人生一個當重要嘅觀點，就講一件事情按你久嘅時間長了以後，你就慢慢的習慣咧。係啦，係咩冇習慣嗬？其實咩冇關係。係啊。家講到吼嘅成績問題吼，太弱嘅家下吼嘅勇士吼，大家嘅成績都辦項排名係哪個位嘅哈？大家都辦項會有上漲嘅成績排名嘅問題冇有冇？係有，像今年嘅時間，貴校係差唔多10名以前，因為貴校嘅辦項當然啦，唔過貴高中嘅時間就前3名，係前3名，報數。係啦，唔過搶排名，我自家對我來講唔係非常嘅在乎啦。唔過搶我朋友吼，係貴校嘅時間，我朋友都係非常優秀嘅哦。因為佢哋話都係欣賞嘅聲音嘅，
嘿，古时记得压力动态，嘿，有一班就记得那个数学课啊，记得冇考100分，嘿考98分。其實研究韓國老前嘅數學先生講，你做乜嘅冇本嚟100分嘅，我本嚟媽爸大安用，你考100分都輕分。懂才個，係啊。那種其實係老嘅家長嘅教育沒有關係啦。係真嘅。嘅很不想問，但是要問。大家來講一下啦。我嘅先姐吼。國小差唔多係13名啦，國中差唔多係15名啦。不過吼，到高中因為我當校了，很喜歡跟學教，當校學教，所以係從後輩數來第5名。我嘅學習成長過程吼。國中校友比較嘅心態，像我提一擺國中2年生提一擺嘅段考，我冇習慣學校考試嘅方式，所以我考唔好。不過吼，提一擺段考咧之後吼，就一個通好哦，佢照這個前5名嘅通好，就大家抽卡咧，大家來討論經常問嘅問題哦，你一個問題哦，前5名之後嘅人哦，總得來討論哦，我心底度哦是感覺。哦，這個人好惡心哦，安用。我發誓吼，我一定會考過機安用。第2擺吼，我當3萬，後來我正經做到咧。哇！很保持嚟前5名到國中3年畢業。真嘅啦，你喺老人講傻批係意思嘅啦，甚至係意思嘅，係啊，嘅自然啊。我國小嘅時節，大部分都有前6名，嘅較好嘅時就會第3名，還是第4名。因為其實你辦方嘅排名，大部分都會有啲固定嘅，因為大家嘅長度就差唔多。係，故所呢，就算係最後面嘅學生嘅，你感情咩情況？每講哦，人嘅成績唔好就會壞學生嘅。係。嘅阿哥誒，我也講到我真見劉木俊誒，呢樣事，沒有我今日咪講我考4科100分。如果我考4科100分，我冇得過第1名點啊？做慢哦！個第1名嘅獎狀係105分係冇？唔係啦，滿分就400分，因為嗰陣時咪學我啲辦法係算係教頭王，教談錢就錯嘅啦。係，我要係為吵要為鬧嘅嗰種，故所咧，同樣有人考4科100分。先生就會用平常成績來分配，係，啊偏人就較乖咩，然後就乖乖聽話嘅，總之就第1名。我就做排第2名，我連考399分，我就話本佢佔到第3名先點啊！哎呦，他哋講用嚟做人較重要啦。唔係，我做人咩？咩？因為我知道讀書有嘛嘅人，我知道細年嘅，我讀書咩，我教啊，係嘛？我教下，我唱歌，我跳啊，我見讀書到嘛。因為教天通嘛，教到第5名去啊。誒，我唔係第5名哦，後來根本就人人看到嘅呢啲。後尾算起來第5名，後來北強差唔多啦，人家後尾算來第5名，你咧已經差唔多啦。嘅回傾啊，回傾啊。其實營業賽那種營業賽哦，考前3名係當中一個事情啊。韓國都係啊，就係講你啦。係啊，正經啊，你冇講唔錯啊。應年生全部考埋嘅299、399。咁容易啊，係啊。兩簡單的啦。第2年級是按音樂，那前3名當中。回到冬天馬上哦，原來係按嘅啊。係啊，韓國上面是行業賽是可以寫，因為越來越難。從嗰度差不多行業賽可以是15名左右。15。可是我應該說全班有50幾個人哦。 50人賽。係，我記得我做好54號。所以已經韓走對啊，韓走對係啊，係啊。所以兩個認為嚇，你都成績出來嘅時節嚇，大家看到不看到會叫也係會笑呢，唔知大家嘅想法，係會看嘅成績單，係模仿嘅屋卡嘅你太年嘅前面有冇自己？因為我大部分係我嘅媽媽很嚴格，故所呢，大部分我會發成績單了後，我都會請緊張，因為我媽有都會要緊你嘅分數嘅問題，像你屋卡係6分嘅，故所呢，後天按照係後天嘅，故所我係考下差嘅時節啊，我媽媽就會拿個注修嘅啊。規部嘅對定挨打，哎呦，懂定。我有想過空起來啦，唔講我真嘅冇辦法看，因為我媽媽老，學校嘅先生啊，還有教長全部清楚是，佢完全地講，哦，那一年我用時幾多點，佢就會發成績單，係嗰時完全冇辦法啊。給你講哦。
哎呀，他想起来，哎，说哎个爸爸妈妈非常的聪明，因为记得平常时都唔会打，哎用鼓励的方式，就是记得用鼓励的方式，像哎小学嘅时节啊，可能考满分啊，记得就讲，给哎带你去食麦当劳，也系看天样按用。唔过啊，就因为按用嘅鼓励方式，你就想讲。爱去家，做唔得考按大分的嘛，就会觉得心中很愧疚，就会更想会上门大表。跟有模仿嘅墙面嘛？当然有模仿墙面。哎呦！我爱吃到爱真见当我模仿墙面，个模仿嘅墙面你行爱出街咩爱模仿100，望街咩爱模仿100。因为条摆就会抢价啊，有常时也系买回条啊，都麻烦，我唔记定啲嘛，就我墙面模仿嘅爸爸妈妈嘅墙面，唔过。我转去呢，都会老我爸爸妈妈讲，爸爸妈妈我根本嘅模仿你掉嘅墙面哦，然后佢就爸爸妈妈唔会动跳嘛？佢就哦好啊，动跳呢，係啊，他睇佢懂奇怪啊，係啊，那有冇好冇？之前我老電視機條線嘅觀眾朋友講吼，你係唔好嘅行為，絕對唔好模仿吼。你下先聊一下，等下轉來談下，除咗成績以外，記得還充實乜嘅地方咧？应该是都对，应该最重要的事情是线上有看到爱慕，因为头摆线上都看到好学生。跟住唱教壇夢中央就好呀，教條無，幾嘢教來教去，佢成績就冇衝嘅線上，殘道跳哈，殘道跳線上是看得到，可是應該唔係。很天意重要嘅是係到班上一定要有一扎好朋友。叫他去送朋友，叫他去送朋友，每小團係要一扎。哦，歡迎都轉嚟後上台上個節目現場，加有講到成績嘅問題嘛。不過到底有充實自己嘅成績，還係唔充實自己嘅成績呢？假使冇要緊自己嘅成績，會要緊其他哪一條部分咧？我感覺講，其實我以前啊冇想去按要緊我嘅成績，不過咩必須要緊我嘅成績。因為細細嘅時候，其實我感覺成績冇按重要，不過我嘅媽媽非常嘅要緊，係因為我嘅姐姐啊。跳會考試誒，考到跳好咧。韓國人姐姐就係北一女咪，係北一女，然後再過來又係正太，嘅北京嘅學子。係，佢非常厲害，佢青菜考到100分嘅按用人。係，古上嘅，我就會講講誒，既然姐姐按優秀嘅愛咩做唔得跳差。古上就係有啲壓力出嚟。冇錯。係會緊咧。我細細嘅時間，我是到先至冇重要啊。我是到對我最重要嘅事情係線上要看到愛慕。因為頭擺線上都看到好學生。跟住唱教壇夢中央就好呀，教條無，幾嘢教來教去。佢成績就冇衝嘅線上，殘道跳哈，殘道跳線上是看得到，可是我唔係。係，我想講，我本線上看到愛，很天意重要嘅是係到班上一定要有一扎好朋友。真嘅。係啊，成日都當奇怪，就是一定要有一個好朋友。叫他去送朋友，叫他去送朋友，沒小團，係要一扎。應該唔係小團，你吧，反正就是一定要有一個好朋友。跟有兩個做唔得嘛？做唔得，係做唔得。為什麼？除非有四個啦，雙數，對，當奇怪，當奇怪，但是冇好朋友，冇一紮好朋友，你就不應放在人工。係，是當故事，當吹歌。幾百年來8年嘅感覺，嗬，你就冇人愛啦。係啊，係。計小鳳咧，嘿，當然街咯，當然要衝嘅話，但係小朋友嘅成績來講，對來講就最重要嘅。古時候係因為看重視，就會有所突破，對吧？突破哪一條地方？譬如話嚟講，英文。嚇，你像頭擺我學嘅英文有冇？我雖然講嘅單字咪，我完全唔識佢，咩唔識我。唔過我只要有辦法拿到嘅分數。哎呦，英文先生係嘛？好難講哦，先生啲概念哦。Do you 做乜嘅？係就講 Yes I do 做乜嘅？係嘅後擺是我唔識佢冇關係，我照寫就好嘅。係 Are you 乜嘅？Yes I am 乜嘅？哎呦，你做唔得咯，我學
上个地哦，动力会动会行后门的。哎，我就后来发现到安尼，我迄为到功课成绩啦，系嘛，哎有所突破，我就找到窗口。给你家咧。像我讲又讲，我爸爸妈妈唔迄当要求我成绩，唔讲我自家迄希望我成绩好看到的。故说我自家伫考试嘅时节，我上网达标。佢哋下做线上嘅北强咧。我唔知係我嘅個性吼，係因為我媽媽嘅讓向，還係我自己天性使然。因為我是應該嘅時節大白考試哦，考得厲害吼，我全為那年考卷哦，全到線上講吼，誒為嘛嘅我倆題錯唔錯咯，吼 A 未做對啊 ，B 未做對啊，為嘛嘅答案係 C 咁樣，吼，倆嘅壞習慣係當我嘅國中有一個線上老人講吼。假使吼，你會拖倆2分，我做得半年。不過你倆題還係唔錯嘅，像你倆下做嘅行為強容，咪係唔錯嘅。叫做大家都講到按照成績嘅問題吼，你下伴大家來分享下頭擺嘅獎狀啊，唔看北強又下要來啊，有獎狀啊，咩有獎牌啊，還有以頭擺嘅作品，自己先來分享一下好嗎？其實我嘅成績單啊，還有青島嘅獎狀，最重要青島嘅繪畫嘅作品啊，都有留下來，因為我感覺大家作品啊都有家嘅故事，都有家嘅意義。故說你下材料向嘅都得拿出來看，回憶當年嘅時光，我感覺真好。誒，真勁動吼，幾費勁啊！我一直當厲害嘅東西是特別我記得，我合唱團比賽嘅時間，喺去比賽轉來學校咪辦一個孔融嘅音樂會，佢音樂會是翕動到相片，喺我哋是不開始加洗相片，結果我是加洗一種我嘅欣賞嘅相片，冇愛嘅，係啊，我溜好好誒，我溜動球誒，溜到倆很彩哦，我看已經20多年，佢家陣老師佢很看到我嘅時間，即前一步啦，佢看到我，佢很恨唔得出我嘅面。誒，當真貴吼！你係咪個心態咯？留定本件唔有用係嘛？而家用講下嘅，而家用講啊！係有人講，跟住來分享啊，你係煎餅巧克力啊？巧克力啊！現在生日嘅巧克力啦。我頭擺咩好？我是樹叢腳叢啊，動物走啦。一看到地嘛，我走一鋪咩好？跟至於我走3鋪，就叫佢鋪。如果腳3鋪，係叫腳3鋪。好嗎？因為我頭擺運動會動物走啊，其實我最近有獎狀啊，冇簽到，你擺冇簽到，我哋相信我頭擺最近講到獎狀啦。姑且相信，姑且啊，참時相信嘅呢啲㗎。講到獎狀，我咪要講到獎狀好冇？唔過開始看一下，獎勵最多就是愛，就係愛吼。基本嘅愛帶人哋去大家絕對無嘅，人哋就係愛為到愛留愛嘅高中實照。古時候高中張龍園高中嘅同校當中醫記，古時候你愛就為到愛留佢實照。為到聽愛講一下，古時候愛對為到留佢實照吼，愛對3年生嘅時節開始熟悉呀獎勵卡，呀獎勵卡就係呀一種吼，係100種嘅獎勵卡，獎勵小100種哦。叫乜用嘅寶寶章啊？好寶寶。係差唔多就按樣嘅意思啊。唔過你看有幾多隻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故說也係1000種獎勵卡哦，拍手。愛上吼，愛上吼，從高中吼，第2位到幾位老鄉下說就按複習吼，佢聽錯會動歡喜。啊，你係從哪些用紅咗嚟揾錢嘛？做唔得唔過，無效咩？無價之寶啊，後面有巧克力嘅生唔契啊，無價之寶啊！跟北強來分享下，拿出按太本嘅。我今年吼係最多獎狀嘅人哦，你全數咧哦，我倆本自己講，我倆本講呢嚇，很重誒，我倆本獎狀吼係本我力量嘅獎狀啦，本大家看吼當到吼分不完安用啦，我為撈大家分享係倆2種獎狀哦，真的是太重。很難拿哦，地啦哦。你要獎狀吼，係我國小嘅時節吼，從個哦，從客家本色咯，哇，得到第5名嘅成績咯，掌聲鼓勵一下。客家本色，大家都會講。第3名啦，唔係第5啊，第3名。第3名係第5名。謙虛了，第3名啦，第3名啦。韓國。我東北講法吼，我倆下做主持嘛，我高中嘅時節做客家嘅演講比賽哦，得到咧全學校嘅
体热命，掌声鼓励。拍手，好，谢谢。真个啊，白腔真运动厉害，俺弟弟吼，你下3万来学客家话，头摆唔掂嘅，你下提起时嘅时就自动一客家點樣講到安用音咯，安貓咧，講唔出來啊嚇。不過你下加講到係是獎勵啊、獎狀嘅事情，你下講到吼，國中嘅世界到國小到國中嘅世界，求學上要咪改變自己心態咧。小鳳先來講。還有發現到讀書當重要啦，真嘅，真嘅咧，唐人歐巴，一開始係只重視講分數嘛，哈，後來就發現到哦，嘅其實咪好，真嘅有學到，從來就知道北京人當好，英文當好嘛，係嘛，從來就知道我最起碼要做得講迄種人 talking 嘛，愛弟，係啊，講英文很好，會兒哪裡啊，哪裡？我就知道講咪好，讀書咪好，真嘅我個人後生嘅世界，係從我哋下唔係學生啊。講實在，然後愛學咪好，就要去拜託先生來教。係啊，就像你行人哦，有幾方就後生嘅時節唔幸福個，到老嘅你就冇安樂嘅。係啊，老來將來悲傷。係啊，係流目者來不見。講啦。係啊，知道太搞個人後生啦。真嘅個人後生，好水嘅個人閒嘛，係唔係？係。飛起嚟。頭擺國中嘅時間，我是知道，因為我哋嘅系統還有聯考，所以我是知道當日都模擬考，或是都參考書對吧？對我來講，國中上面唔係一個好的回憶啦。很記得頭擺有我哋學校嘅數學老師，佢打印哦，差一分打一下，差一分打一下用藤條，唔係打手心，佢打咧。哦，係啊，所以讀書對我來講，國中上面我是都。易艱苦，都係艱苦。你看糖個量上嘅，就會知道吼，你嘅人生吼，你學習人生用為按艱苦吼，都係唔過咧。還有一件事情哦，你都學習嘅時候會去上補習班啊、補習學校，都係你都上過哪條嘅補習學校？你等下再嚟繼續嚟講了。大家呢最聰明嘅人，因為係冇補習過，拍手。係啲冇補習過嘅原因，唔係人較聰明，係啲吼，冇救咧，冇救咧。我2歲就開始抽水咧。哇！冇打算，因為我後來抽水真係真厲害。跟你做得都水雕度跳舞啊，水上芭蕾咧，都好咧。你係唔叫我嘅東西啦。哦，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睇成功嘅節目現場，我剛剛有問大家吼，有上過補習班冇？有冇？大家多多少少家敢唔敢有去旁聽過嘛？係咪？所以有上過嘛？有，其實因為我細細嘅時間就數學非常唔好，所以媽媽就我去上嘅數學嘅補習班。唔講呢，上嘅了後呢，咩冇下好啦吼。後來我從細到大一直都有上嘅英文課嘅補習班，因為其實我自己咩輕中意英文啦。嗰種你知道咧，有本變較好冇？英文有啊，係跟你算好嘅呢嚇。最近辦好，我嘅英文真係較好。冇大上前，當好本嘅咋？嘅白強哦，有上過補習班哦。當然美語啊、國小啊、國中啊，各種全就去補習班啊。不過吼，我去補習班唔係為到學習啦，我係去交朋友㗎啊。你都講奇怪呢？係啊，因為補習班吼，貴班吼，全就當英啊、百人英啊，全係我嘅朋友啊。全係我嘅成績冇按進步啦。交朋友咩輕重要啊？係啊，我嘅成績冇按進步啦。不過吼，你團課後總得讓我媽媽看到啦。你付錢付很辛苦。莊媽媽，糖到冇？攞杯錢啊！小鳳，馬雞，唔係啊，講真件啊，我上先係啊，嚟頭擺係何家人嘅英文補習有冇？偏英升一級12級畢業，12級係乜嘅意思啊？一級咪好，就講第1咪好，我升2咪好，我考試，我加7級咪好，我考80分。顧總，你就對 Can you 一直按回答考到12級哦？有懂得方法啦，係咯，就懂得聯想，係外面都得講快速記憶法，然後考試多嘅有冇？嘅書本打開20個單字，天落掃描，哎呦，對，係啊，其實我就一學英文咪好，真件。乖學就好誒，我係學咪做定唔可以衝嚟按呢？打拍行，
真嘅走后门呐。真嘅多了行就知道杀回养乌大趴行。哎呀，我12级呢，12级毕业呢。哎呀，12级青葱懂了不起。你破中啊！真12级呢，来。哦，回去呢，跳摆就补习吗？有啦，国中1年级嘅時節補嘅數學撈英文，嘅要咁個係因為好賺麼？冇完全冇好賺，因為大手，因為即係佢英補，之間冇補起到動氣怪，哦，係，喺到2年生開始，原來補習係一種跟風哦。係啦，喺到2年生跟3年生時補數學撈理化，咁個孔又冇好，所以唔止加補，因為加補吼，你學到100冇考好，學到嘅老師打100，喺而家補習班要打加100，係所以唔是補，我即係痛苦吼，佢人家要補習嗰個經驗。係知道你係喺大家呢最聰明嘅人，因為係冇補習過，拍手。係啲冇補習過嘅人唔係人較聰明，係啲吼，冇叫咧，冇叫咧。係好忙嘅，都會好好考試，好冇？因為補習咩冇好，放棄急救。無啦，我條擺真係當上嘅補習，當險險大家做嘅補習。唔過我媽媽就講，你要看好暑假做嘅補習，唔過佢係騙我啦。如果前面我張啲講，原來大家去補習吼，都係本先生大啊，先生媽，啊做當才工。我從細到大咩冇補習過，因為我吼我當第一家吼，嘅數學個冇叫啦，大放姐，慢慢聊錢上下來，自家用青島啦。唔過講到補習班以外吼，還有才藝班啊，咁啊嘅鋼琴嘅啦、潮水啦。畫圖啦，自己堂共參加青島才藝班青島2歲就開始潮水咧，哇，冇大爽，因為我後來潮水真係真厲害。唔過2歲嗰陣時，每位本我媽媽送去潮水，其實係因為我真驚水，我媽媽就講我按樣唔好，故所以就一天愛我去學潮水。我嗰陣時我就真係唔好潮水，我就有我媽媽講我做嚟去學跳舞舞，係我媽媽就講做啲啊唔講而去潮水。我真係陪人跳舞，跳100水，舞100跳100步。係教官嘅有條件嘅啊，係還有。咁你做得到水調度跳舞啊？結合起來，水上芭蕾呢？都好咧。你係唔叫我嘅動詞啦？因為呢個叫動地，跳段動段。唔係我係雲門舞集，做嘅小青蛙寫怪。其他鋼琴課。鋼琴課係我媽媽特別請嘅家教嚟，都係你嘅舞卡教我鋼琴。不過我咧下真認真感謝呢件事情，係因為我剛剛我要上嘅鋼琴課，故所以我除咗學啊後來視譜聽啊，還有唱歌音準嘅方面，真係有青苔嘅幫助。唔會走音嗬？係唔會走音。唔過現場水呢片我就唔敢講。係，後來我咪有去嘅上師上嘅畫圖嘅課，係因為我上去做畫家嘛，故所就特別去上課。然後除咗學校嘅，你學校咪有特別嘅課後的那種才藝班，對。那喺你除咗學校嘅時嘅第8度，你本來就畫來一號，現在就會特別留你下來繼續來上課，係。去補習班交朋友嘅白欠，有去上過才藝班嗎？當然未有啊，不過吼，因為我屋下吼，成嗰個時間我屋下咩係按照錢啦，所以吼我去補習班吼，全係我爸爸媽媽省下所有嘅慾望來解，伊吼咩係當照錢，不過佢送我去像沒有2歲啦，不過幼稚園中班是送我去學習鋼琴，除了鋼琴之外哦，還有畫圖。你兩個係咩同學㗎？咩啦，我畫動畫啊，你看啊。講得係呢？冇啦，佢未動畫啦。我從世界兒童繪畫班啊，然後後來個素描啊、水彩啊、油畫啊，後來我媽媽喊送我去專業嘅畫廊，本專業嘅畫師指點。哇！除了聊到日文，還有直排輪啊、游泳啊、書法啊、寫作啊等等等。用字呢？聊到唱外簽呐，不過我媽媽老我講吼，因為我唔係當就簽，唔講吼，平時就學嘅，你都就按用。通上啊，這個父母吼最關心自己子女未來嘅成長啊發展吼。有時有中獎冇？有。我嘅媽媽已經中獎啦，吼。中媽媽。
辛苦了，辛苦了哈！我以前无重伤无血管，对吗？大家感觉你懂好。给你家有参加过嘛？个传艺版嘛？有啦，可能人都係朋友啦，都係共辦的啦。係咩？係有好嘅鋼琴，韓國咩好畫圖啊、素描呀啲，其實。吃西真嘅係爸爸媽媽就希望人生嘅多好啲嘅東西。唔講嘅係吃西呢，就係國樂小女神。小女神經病係麼？冇，我喺國樂班裡有學嘅古箏，還有樂器，看唔出來嗬，我咩知道看唔出來啦。都會錢咧，都會錢咧。係啦，嗰套嘢都係頭擺嘅事情。唔過誒最難忘嘅以遺憾就係誒頭擺有上嘅素描課，嘅素描底位都會愛欣賞，大擺啊都會寫嘅發，出在大嘅分數，係咪寫係評語講你根本你知道有進步啊，嘅那位啊，都懂用心。唔過本來爸媽媽得提起的，細部嘅時節得提起。係，就知道懂艱苦。我除了兩以外嗬，你當然會有遺憾嘛。假使嗬，本然坐時光機轉到10年前，有20年，然後10歲的自家愛講嘛，該來自己。一定會老10歲起來講，一定會很認真嘅練習鋼琴。唔講呢，我每老10歲嘅起家講未來發生乜嘅事情，因為我講我係嚟老愛起家講未來發生乜嘅事情，我嘅想法就冇按神氣嘅，就會踏數踏腳。給你家嚟想老10歲起家講乜嘅？我是講我頭擺跳，有啲跳怪，故說我想老10歲嘅我講輕量來去教，輕量點點嚟個成法，比方講作弊呀，作弊嘅事，你做唔得嗬。哦，來比方講較點嘅事情來做一下來，就較有 feel 嘅安樣。嘅白欠嘅，我老自家10歲，自家講乜嘅？因為吼，到高中以前吼，我係媽媽病危啊，我到高中以後吼，無論係抗壓嘛，無論係跳舞啊，係我自家比白自家，所以我有老自家講，假使我做得轉去10歲安樣嘅哦，我會希望我自家就慢一點，因為吼，始終吼你嘅腳順。為要當到嘅花花草草啊，因為為要當到嘅為要很好多嘅時間，讓你嘅朋友聊啊，讓你嘅朋友講話，還有吼，我冇參加過社團啊，兩尾係我會建議嘅10歲嘅自家。真嘅，肯係懂勵志嘅吼，嘅飛機本10歲嘅設計嘅建議。這個高價的了，所以玩再玩多一點。大家是不是以前太痛苦？係啊。其實小鳳妹係強用係麼？係啊，係啊。我就希望講，因為頭擺細年嚟講，我長大當做先生、做老師哈，先生老師強用。做醫生啊，做律師啊，喺度講，夢講嘅一條條路啲頭擺唔好做，我做出來做總統，我就做立法會議員係嘛。而家志向動態，咁樣係啊！大家都講到自家以前嘅東西嘛，咁樣貴社會時代本人盤啊，又作弊啊，係唔係？看呢個趙峰學長，黑矮哦，黑記哦。趙峰學長，你上學啦，親愛。其實我按呢，老台灣人嗬，同從事成績嘅教育有動態嘅關係。唔過各位家長、各位先生，唔係得晒學生嘅都當會讀書、當會考試嗬，記得可能還有其他潛能冇本人開發到，本學生嘅快樂成長、快樂學習。但係同重要嘅，下禮拜休息嘅時間繼續嚟收看《香港太上宮》，要拍太假歌，上來了咯。